的时阵，拢会用点，媒皮文化局长去叶泽山呢，所以古早人迄三台呢哈，因为那台南市的专用频道呀。开比例安尼，所以咱啊转化一个形式叫朱砂旗帜。新的文化中心的活动争取到市民的重视，也因此满足今年头一届甲点朱砂的地点由民伦堂所来到大成殿，你互这个活动变成台南市一个正重要的民俗祭典。开智慧啊，即几冬来办理的过程，家长拢非常踊跃。一来是咱台南市是一个文化之都，对囡仔教育拢非常重视，所以家长知影市政府这个活动，大家参与拢非常的踊跃啦吼。所以咱感觉讲，既然这个仪式已经有一个起头，咱希望讲会当互伊这个仪式更加慎重，未来嘛会当变做是一个咱台南市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俗的这个祭典的活动安尼。所以咱这次特别邀请足侪专家学者共同来讨论这个启蒙大典的仪式要安怎来举办吼。所以咱这次会当讲是启蒙大典的第一遍。我们特别利用全台首协来主办为小朋友点朱砂。那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扩大办理，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是一个正式的仪典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我们在祭孔的时候，我们的仪典是最隆重最庄严、最正式的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了一个新的仪典，就是帮小朋友点朱砂。未来这个仪典建立之后，每一年都举办，每一年都举办。这左手点在左手吧。你看放晴这点左手还右手？古典音乐很好听由市长亲自在点。也因为点朱砂的地点今年刷到大成殿，以后就增加古点正手呢，更加有意义咯。过去这民伦堂，而是这个老师会教学生的一个所在吼。伊这个所在也囡仔讲话然后由这个民伦堂带囡仔经过咱的礼门，进到咱的大成殿来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来行礼由市长担任这个启门官，然后来囡仔来做这个点朱砂这个仪式。了后，咱就要带囡仔经过出了大成殿，经过义路写这个判词，后转来咱的民伦堂，完成整个这个启蒙大典的这个流程就对了吼。所以咱希望讲透过安尼这个流程。